你可能會放棄你嘅新年目標，而呢個其實冇問題。大部分人都會，有研究顯示失敗率高達80%至90%，因為大部分人喺內心深處其實根本冇真正想改變，即係話佢哋用錯晒方法去改變自己嘅人生。佢哋見到人人都定新年目標，自己又定一個，因為人類好多時都更加想得到其他人嘅認同，而唔係令自己真正佩服自己。於是我哋將一啲好表面嘅嘢包裝成所謂意義同成功，其實只係玩緊地位遊戲。但佢哋冇滿足到真正改變所需要嘅條件，而真正嘅改變比起說服自己今年要更加自律、更加有效率，係深入得多。我唔係想話你，其實我自己放棄過嘅目標，係我成功設定過嘅目標10倍以上。我反而覺得大部分人都應該係咁，但事實係人哋成日話想改變自己嘅人生，結果卻幾乎每次都徹底失敗，嚴重到甚至變成一個笑話。每年1月健身室逼爆，去到2月就恢復返正常。不過雖然我覺得好多新年目標都幾蠢，但有一樣嘢永遠值得做。認真諗清楚你有幾憎自己而家嘅生活，因為咁樣你先可以將自己推向一個好得多嘅方向。我哋之後會講，人性真係幾麻煩，而最難受嘅感覺之一，就係你答應咗自己一件事，但偏偏控制唔到自己，最後又親手違反咗個承諾。你會開始覺得自己好無力。如果你唔明白自己究竟做緊乜，你甚至可以咁樣循環幾年，一路想改變，但永遠改變唔到。所以，如果你想開始做生意，改變自己個身形，又或者想冒險行一條更加有意義嘅人生道路，而唔係做咗2個禮拜就放棄，我想同你分享7個關於行為改變、心理學同生產力嘅觀念。有啲可能係你以前未聽過嘅，希望佢哋可以幫你喺2026年真正做到。呢篇會講得比較完整，唔係嗰啲你睇完就算，隔幾日已經唔記得嘅文章。你應該收藏低佢，做下筆記，再留返啲時間自己慢慢諗。最後嗰套流程用嚟深入了解自己嘅心理，揾出你真正想要嘅人生，大概需要你用足1日去完成。但佢產生嘅影響會遠遠超過嗰1日。我唯一要求你嘅就係俾足你嘅注意力俾佢。如果你中途覺得悶，可以跳去下一節，之後再反轉頭補返。開始啦。第一，你未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因為你仲未係嗰個會喺嗰度嘅人。講到新年目標，大部分人只係集中處理成功所需要嘅2樣嘢其中一樣。第一，改變你嘅行動，向住目標前進，比較唔重要，屬於第2層。第二，改變你係一個點樣嘅人，令你嘅行為自然跟住改變，最重要，屬於第1層。大部分人設定一個好表面嘅目標，頭幾個禮拜就不斷催眠自己要保持自律，跟住冇乜掙扎咁就打回原形。點解？因為佢哋想喺一個已經爛緊嘅地基上面起一個美好人生。如果你覺得呢個講法有啲抽象，我哋用一個例子，諗下一個成功人士，可以係一個身形非常好嘅健美人士，可以係一個身家幾億美元嘅創辦人斜線總裁，又或者係一個好有魅力，同一大班人傾偈都完全唔會緊張嘅人。你覺得嗰個健美人士每日食健康嘢，都要逼自己捱落去嗎？個總裁每日返工帶隊，係咪都要用意志力逼自己出現？表面睇，你可能覺得係，但真相係，佢哋根本想象唔到自己可以用另一種方式生活。對個健美人士嚟講，要逼自己食得唔健康先至辛苦；對個總裁嚟講，要逼自己瞓喺張床度，鬧鐘響咗都唔起身，先至難受。而佢哋會討厭嗰種感覺。有啲人覺得我自己嘅生活方式有少少極端，又好似太自律。但對我嚟講，呢啲就係好自然嘅生活方式。我唔係想攞自己同其他生活方式比較，純粹係因為我享受咁樣生活。有時我媽咪會同我講，
你應該休息下啦，出去玩下啦，享受下生活啦。而我都要忍住唔同佢講，如果我唔開心，我點解仲要咁樣生活？下一句唔好輕輕帶過。如果你想喺人生得到一個特定結果，你必須早喺得到個結果之前，就已經開始過一種會產生呢個結果嘅生活。例如有人話自己想減30磅，我通常唔會完全相信，唔係因為我覺得佢做唔到，而係因為太多人一邊減肥，一邊話等我減完就好啦，到時我先可以真正享受人生。我唔想潑你冷水，但事實係，如果你唔真正採納嗰套令你減到磅數嘅生活方式，而且一世都維持落去，同時揾到一個吸引力比你以前嘅生活方式更強嘅理由，你最後一定會走返去原點。然後你可以好唔開心咁話，我浪費咗我永遠攞唔返嘅資源、時間。當你真正改變自己，你所有嗰啲對目標冇幫助嘅習慣，都會開始令你覺得反感，因為你會非常清楚知道，呢啲行為長期累積落去，究竟會變成一種點樣嘅人生？你而家接受自己嘅生活標準，只係因為你仲未完全睇清楚，佢哋究竟係乜嘢，以及佢哋最後會帶你去邊。我哋之後會講點樣將呢啲嘢挖出嚟，但而家我哋仲要一步一步建立個基礎。你話你想改變，你話你想財務自由，變得健康，但你嘅行動卻顯示完全相反，而原因比你想象中更加深入。第二，你未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因為你其實唔想去嗰度，只相信行動。人生發生喺事件嘅層面，而唔係語言嘅層面。相信行動，呢句係阿德勒講嘅。如果你想改變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你首先要明白個腦係點樣運作，咁你先可以開始重新編程自己。理解個腦嘅第一步，就係明白所有行為其實都有目標。諗深一層，呢件事其實幾明顯，但當你真正深入去睇，大部分人都唔想聽到呢個答案。你向前行一步，係因為你想去某個地方；你迴避，係因為你想令個痕消失。呢啲好容易理解，但好多時你真正嘅目標係無意識嘅。例如你日頭坐喺張梳化度，你可能根本冇意識到，其實你係想消磨時間，等下一個責任出現。再深入，再複雜一層，你甚至會追求一啲會傷害自己嘅目標。只不過你會用一個社會上聽落合理，又唔會令自己顯得好失敗嘅理由，去合理化自己嘅行為。例如，如果你永遠都拖延工作，你可能會話，我只係冇自律。但其實你一樣係喺追求某個目標。今次個目標可能係保護自己，避免完成同公開自己作品之後所面對嘅評價。又例如，你話自己想辭掉一份冇前途嘅工作，但你一直留喺度，又冇真正嘅理由。你可能開始覺得，我係咪唔夠勇氣？我係咪根本唔係一個咁冒險嘅人？但真相可能係，你其實係追求緊安全、可預測性，以及一個唔使俾人生入面其他人覺得你係失敗者嘅藉口。因為你身邊嗰班人，可能全部都做緊類似嘅冇前途工作，所以真正改變，需要改變嘅係你嘅目標。我唔係只叫你再設定一個表面目標，因為有時你設定一個目標，本身就係為咗滿足另一個正在傷害你嘅無意識目標。生產力圈已經講究呢樣嘢，我真正講緊嘅係改變你睇世界嘅角度。因為一個目標本身就係呢樣嘢，一個目標其實係你對未來嘅投射，而呢個投射會變成一副鏡片，令你開始留意到一啲資訊、諗法同資源，而呢啲嘢正正可以幫你達成目標。而家我哋再深入少少，因為如果你唔明白呢一點，你只會更加難走出而家呢個狀態。第三，
你未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因為你其實驚自己去到嗰度。有一樣重要嘅事你要記住，你最初點樣得到一個想法，或者嗰個想法究竟源自邊度，其實完全唔重要。你可能從來冇見過專業催眠師，甚至從來冇正式接受過催眠。但只要你接受咗一個想法，無論係你自己、老師、父母、朋友、廣告或者任何其他來源，而且你深信呢個想法係真嘅，佢對你產生嘅力量，就同催眠師對被催眠者所講嘅話一樣。呢句係馬爾茨講嘅。你今日點解會變成今日嘅你，以及聽日嘅你會點樣形成？呢個就係身份嘅結構。第一，你想達成一個目標。第二，你透過呢個目標嘅角度去理解現實。第三，你只會留意嗰啲重要嘅資訊同想法，即係幫你達成目標嘅嘢。第四，你向住個目標行動，然後得到回饋，知道自己有冇向前。第五，你不斷重複呢個行為，直到佢變成自動、無意識嘅反應。第六，呢個行為逐漸變成你對自己嘅身份認知，我就係一個會嘅人。第七，你開始保護自己嘅身份，確保自己心理上保持一致。第八，而你嘅身份又會塑造你下一輪嘅目標，重新開始呢個循環。如果呢個身份對一個好嘅人生冇幫助，事情就會好快變得好麻煩。不幸嘅地方係，你必須打破第六同第七步之間嘅循環，但呢個過程其實由你細個已經開始。你首先有一個目標，生存。你依賴父母教你點樣生存，所以你必須配合佢哋。而因為大部分人教人都係靠獎勵同懲罰，所以除非你接受佢哋嘅信念同價值觀，否則你就會受到懲罰。你真正開始自己思考，係要等到你睇穿呢一套先得。但問題係，你父母自己一世都經歷緊同一個過程，而呢度就開始危險。因為除非你父母自己已經打破咗呢個模式，否則佢哋同樣係受到工業時代所接受嘅成功觀所塑造，而佢哋亦都背負住上一代、再上一代留低嘅最好同最差嘅制約。再深入一層，當你已經滿足咗基本嘅生存需要，而喺今日嘅世界，其實做到呢件事相當容易。你基本上出世已經有一定程度嘅安全，你就會開始喺概念或者意識形態嘅層面生存。你未必仲係努力保護同繁衍自己嘅肉身，但你一定會保護同複製自己嘅思想。你睇下互聯網上面嘅思想戰爭就知道，參與其中嘅其實就係一個個個人身份同群體身份。當你嘅身體感受到威脅，你會進入戰鬥或者逃跑反應。當你嘅身份受到威脅，其實一樣會發生。如果你非常認同某種政治意識形態，呢個就係我哋前面講過嘅過程造成嘅。當有人挑戰你嘅信念，你會覺得自己受到威脅，你真係會感受到壓力，情緒上甚至會覺得好似有人摑咗你一巴掌。但因為大部分人唔會分析自己嘅情緒究竟係咪反映真相，所以你最後會困喺回音室入面，仲會更加死撐一啲其實對自己同其他人都有害嘅講法。如果你喺一個宗教家庭長大，而你從來冇真正自己思考過，你可能會攻擊、反對嗰啲威脅你心理安全感嘅人。同樣嘅事情亦會發生喺其他身份上，例如你無意識咁將自己視為一個律師、一個玩家，或者任何一種唔會做出令自己人生變好嘅行動嘅人。第四，你想要嘅人生存在於某一個特定嘅思維層次，個腦會隨住時間經歷一啲可以預測嘅發展階段。你啱啱出世嗰陣，就好似一塊細細塊嘅生存海綿，你會吸收所有可以令自己感覺安全嘅信念，而呢啲信念好大程度由你身處嘅文化決定。如果你唔小心，你個腦可能會慢慢結晶化，最後反而變得好難過一個真正有意義嘅人生。
呢件事喺唔同模型入面都有相當多嘅討論，例如馬斯洛嘅需求層次、格魯特嘅自我發展階段同螺旋動力學。而且，其實你觀察社會都唔難睇到。我以前已經講過好多次，亦都將佢哋整合成自己嘅人類 3.0 模型。不過，當係一個複雜，以下係9個自我發展階段嘅200法則。因為重複接觸同一啲概念，有時反而會令你見到以前冇留意嘅嘢，而且總有新讀者。第一，衝動型。衝動同實際行動之間冇分別，思考係黑白分明。例如，一個幼兒嬲嘅時候會打人，因為對佢嚟講，我覺得嬲同我要打人根本係同一件事。第二，自我保護型。你開始覺得世界係危險嘅，所以學識保護自己。例如，一個小朋友學識收埋成績表，人話做咗家務，又或者研究大人想聽乜嘢。第三，從眾型。你就係你所屬嘅群體，而群體規則對你嚟講就好似現實本身。例如，一個人真心完全諗唔明，點解有人可以投票俾同自己屋企人或者群體唔一樣嘅選擇。第四，自我校察型。你開始發現自己內心嘅世界同外在表現未必一樣。例如，你坐喺教堂入面，突然發現自己唔肯定係咪真係相信周圍所有人都相信嘅嘢，但你仲未知道應該點處理呢種感覺。第五，自覺型。你開始建立屬於自己嘅原則系統，並且要求自己對呢套原則負責。例如，你經過仔細研究之後離開屋企人嘅宗教，建立一套自己可以為之辯護嘅哲學。又或者，你因為相信只要付出正確嘅努力，就會得到相應結果，所以建立一個有清晰里程碑嘅職業規劃。第六，個人主義型。你開始睇到，原來連自己嘅原則都係受到環境塑造，所以你開始冇咁死守佢哋。例如，你發現自己嘅政治立場很大程度同你喺邊度長大有關，而唔一定係因為嗰個立場就係客觀真理。又或者，你發現自己一直追求事業成功，其實好大程度係想得到爸爸嘅認同。第七，策略型。你開始可以喺系統入面工作，同時又知道自己本身都係系統嘅一部分。例如，你領導一間機構，但同時主動質疑自己睇唔到嘅盲點。又或者，你參與政治，但知道自己嘅觀點一定係片面，而且受到自己未必完全睇得見嘅偏見影響。第八，建構校察型。你開始睇到，所有框架，包括你自己嘅身份，都只係有用嘅虛構。例如，你用隱喻而唔係字面意義去理解自己嘅靈性信念。你知道，地圖唔等於實際嘅領土。或者你睇住自己扮演創辦人或者思想領袖呢個角色時，會帶住一種淡淡嘅幽默感。第九，統一型。你同人生之間嘅分隔開始消失，工作、休息、玩樂感覺上變成同一樣嘢，已經冇一個我需要再變成某種人，只係當事情出現，就直接喺當下回應。對於大部分睇緊呢篇文章嘅人，我估你大概會喺第4至第8階段之間。呢個範圍其實非常大。比較接近第8階段嘅人，可能只係當呢篇文章係學習一啲嘢，或者純粹消磨時間。比較接近第4階段嘅人，就真係想改變。你會覺得，我應該可以做到更多，但你又未能完全理解成件事，因為你知道，背後其實有好多嘢一齊影響緊你。好消息係，其實你處於邊一個階段都唔係最重要，因為由任何一個階段向前行，都有一個共同模式。第五，智力就係你有冇能力得到你想要嘅人生。真正測試智力嘅唯一方法，就係睇你有冇得到你真正想要嘅人生。呢句係納瓦爾講嘅。成功其實有一條公式，其中一樣係能動力。
另一樣係機會。好多人會將機會錯誤咁理解成特權，因為佢哋忽略咗其他因素。最後一樣係智力。如果你能動力好高，但機會好低，咁你幾願意為目標行動都冇乜用，因為嗰個目標本身可能根本冇乜成果可以產生。如果你有機會，又有能動力，但智力低，你仍然冇辦法充分利用嗰個機會。首先，我哋之前已經講過能動力。至於機會，我唔可以話你一定要搬去另一個地方。但如果你連眼前咁龐大嘅數碼機會都睇唔到，我都唔知仲可以同你講乜。不過，我真正想集中講嘅係，喺能動力同機會呢兩樣嘢之外，智力究竟係乜？控制論呢個字源自希臘文庫伯內蒂科斯，意思係駕駛、操舵或者好擅長操舵。佢亦可以叫做得到你想要嘅嘢嘅藝術。所以，如果按照納瓦爾嘅定義，智力就係得到你想要嘅人生。咁理解控制論就可以幫你快好多做到呢件事。控制論描述咗聰明系統有咩特性？有一個目標，向住目標行動，感知自己而家喺邊，將現況同目標比較，根據回饋再次行動。你可以透過一個系統反覆嘗試、持續迭代同堅持落去嘅能力，去判斷佢有幾聰明。一艘船俾風吹到偏離航線，但佢會修正方向，繼續駛向目的地。一個溫控器感受到溫度改變，就會開機。胰臟感受到血糖升高，就會分泌胰島素。咁呢啲同得到你想要嘅人生有咩關係？全部都有關係。行動、感知、比較，以及從更高一層去理解成個系統，係高智力嘅核心。高智力就係有能力不斷迭代、持續落去，同時理解大局。而低智力嘅標誌就係你冇能力從錯誤入面學習。低智力嘅人會卡喺問題入面，而唔係解決問題。撞到一個障礙就放棄。例如一個作家建立唔到讀者群，就話我唔掂，然後放棄，因為佢冇能力繼續試新方法、做實驗，再揾一套真正適合自己嘅流程。而根本冇一套有效流程可以建立呢個諗法，係可以被驗證為錯嘅。無論你有幾多限制性信念，都改變唔到呢點。所以呢種狀態就係低智力。高智力嘅人會明白，只要時間尺度夠長，任何問題都有可能解決。現實係，你可以做到自己真正下定決心去追求嘅任何目標。呢件事喺合理範圍內係冇辦法被推翻嘅。智力就係明白，一定存在一連串你可以作出嘅選擇，最後會帶你去到你想要嘅目標。你明白諗法係有階層嘅，你唔可能由紫砂草一步跳到 Google 文件。即使某個目標而家完全做唔到，都唔代表永遠做唔到。可能只係因為你而家冇足夠資源，而嗰啲資源可能會喺未來幾年被發明出嚟。當我講目標，而之後我亦會不斷重複講，我唔係用一般自我提升嘅角度去講。雖然嗰個角度有時都幾有用，我係用目的論或者希臘人所講嘅宇宙秩序呢個角度去講，即係所有嘢都有一個目的，所有嘢都係更大整體嘅一部分。目標決定你點樣睇世界，目標決定你乜嘢叫做成功，乜嘢叫做失敗。你可以叫自己享受過程啦，但如果你追求緊錯嘅目標，你根本唔會享受個過程。你個腦就係你理解現實嘅作業系統，而呢個系統由目標組成。對大部分人嚟講，嗰啲目標都係其他人幫佢哋設定嘅，就好似一行行程式，直接寫入你個心理系統。讀書、搵工、俾人冒犯、扮受害者、65歲退休，一條大家都熟悉但根本唔得嘅路。
要變得更加聰明，你必須拒絕嗰條已知嘅路，走入未知，設定更高、更大嘅新目標，擴闊自己個腦，接受混亂，容許自己成長，研究自然界更普遍嘅原則，成為一個深度通才。而呢一點啱啱好帶我哋去到下一節。第六，點樣喺一日之內進入一個完全新嘅人生？我人生最好嘅幾段時期，通常都係發生喺一段我已經對自己毫無進展、徹底受夠嘅時期之後。點樣深入自己個腦？點樣開始睇到自己身上嘅制約？點樣得到一啲足以改變你人生方向嘅深刻洞察同真相？答案係靠一個簡單，但好多時都幾痛苦嘅行為，問問題。好少人真正會做呢件事。你由一個人點樣講嘢，點樣表達自己對某件事嘅睇法，就已經睇得出。提問就係思考，而真正思考嘅人其實少之又少。所以我想俾你一套完整嘅流程，你可以每年做一次，用嚟重置自己嘅人生，然後進入一段高強度進步嘅時期。呢套流程會幫你問啱問題，問題會由大方向一路去到細節。你想去邊？你需要做乜先去到嗰度？而你而家即刻可以做啲乜，開始令自己向嗰個現實靠近？呢套流程需要完整一日，所以我建議你跟足個流程。你需要一支筆、幾張紙，同一個開放嘅心態。我觀察過好多成功改變自己身份嘅人，通常都有一個共同點。佢哋係喺一段長時間累積嘅張力之後，好快咁發生改變。具體嚟講，我見到人通常會經歷3個階段。第一，失調。你開始覺得自己根本唔屬於而家呢種生活，你對自己冇進展已經受夠。第二，不確定。你唔知道下一步係乜，所以你要麼開始實驗，要麼迷失方向，甚至覺得自己更加差。第三，發現你揾到自己真正想追求嘅嘢，然後可能喺6個月入面做到本來6年都未做到嘅進展。所以我哋做呢套流程嘅目的，就係幫你到達失調，穿過不確定，最後發現你真正想達成嘅嘢，去到一個咁清晰嘅程度。你清楚到幾乎令人震撼，其他干擾再冇辦法吸引你。呢套流程可以1日完成。朝早，你會做一次心理挖掘，挖出自己隱藏嘅動機。日頭，你會用一啲打斷自己嘅自動波，逼自己停低諗下人生。夜晚，你會將所有洞察整合埋，形成一個你聽日就可以開始行動嘅方向。我唔可以保證呢套方法對所有人都有效，因為我唔可以保證睇緊呢篇文章嘅每一個人都啱啱處於自己人生入面一個適合呢啲觀念發揮作用嘅章節。你唔可以將一本書嘅高潮放喺第1章，然後仲期望讀者覺得精彩。第一部分，朝早，心理挖掘，願景同反願景。首先，我哋要為自己個腦建立一個新嘅框架。又或者講得簡單啲，一副新嘅感知鏡片。之後你會用呢副新鏡片去理解世界。呢個有少少似你先建立一個新嘅外殼，離開舊嗰個，然後慢慢喺時間入面成長成嗰個新版本。一開始佢可能唔會覺得合身，呢個係好事。留15至30分鐘出嚟，其實即係一條要跳片嘅時間。你做到，認真諗下以下問題，然後寫低答案。唔好將呢個思考過程外判俾人工智能。我想你突破自己個腦而家嗰個限制器。如果你即刻答唔到，冇問題，遲啲再返嚟答。1. 你已經學識忍受咗，變成日常，但一直都覺得沉悶而持續嘅不滿係乜？唔係嗰種深層痛苦，
而係你已經習慣咗容忍嘅嘢。因為如果你唔憎佢，你就會繼續容忍佢。2. 你成日投訴，但從來冇真正改變嘅係乜？寫低過去1年入面你講得最多嘅3個投訴。3. 對於每一個投訴，如果有人只係觀察你嘅行為，而唔係聽你講嘅說話，佢會認為你其實想要乜？4. 你而家人生入面有邊一個真相，如果要向一個你非常尊重嘅人承認，你會覺得難受到頂唔順？呢幾條問題係想令你真正意識到自己而家人生入面嘅痛苦。而家我哋要將呢啲嘢變成我所謂嘅反願景，即係非常殘酷咁清楚知道你絕對唔想過點樣嘅人生，咁樣你就可以將嗰股負面能量轉化成一個正面方向，令自己由內在動機出發去行動。如果未來5年任何嘢都完全唔變，你平均一個星期2會係點？你喺邊度起身？你個身體會係咩感覺？你醒來第一樣諗到嘅係乜？你身邊有邊個？朝早9點至下午6點，你做緊乜？夜晚10點，你會有咩感覺？6. 而家再做一次，但今次諗10年後，你錯過咗乜？邊啲機會已經關門？邊啲人已經放棄咗你？當你唔喺場嗰陣，人哋會點講你？7. 而家你已經去到人生終點，你過咗一個安全嘅人生，你從來冇打破過個模式，代價係乜？有咩感受、經歷或者身份，你一世都冇容許自己去接觸？8. 你身邊有邊個人已經過緊你頭先描述嘅未來？即係同一條路線上，比你早5年、10年甚至20年嘅人。當你諗到自己最後會變成佢，你有咩感覺？9. 如果你真係要改變，你必須放棄邊一個身份？即係我係一個嘅人。而如果你唔再係嗰個人，你喺社交上要付出咩代價？10. 你一直冇改變，最尷尬、最唔想承認嘅原因係乜？嗰個原因應該係會令你聽落好軟弱、好驚、好難，而唔係一個合理嘅解釋。11. 如果你而家嘅行為其實係一種自我保護，你究竟喺保護乜？2. 呢種保護令你付出咗咩代價？如果你真係誠實咁回答以上問題，而且你人生啱啱好處於一個適合呢啲問題發揮作用嘅階段，你應該會感受到一種好深嘅不安，甚至可能會開始對自己而家嘅生活產生厭惡。而家我哋要將呢股能量導向一個正面方向，我哋要建立一個最少可行願景，因為你嘅願景好似一件產品，一開始一定係模糊嘅，但隨住時間同經驗增加，佢會越來越清晰，亦越來越有力量。13. 暫時忘記現實可唔可行？如果你可以啪一聲，3年後即刻過住另一種人生，唔係諗現實上做到幾多，而係你真正想要乜？你平均一個星期2會點過？詳細程度跟問題唔一樣。14. 要令嗰種人生對你嚟講感覺自然，而唔係好似逼自己做，你需要相信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寫低呢句身份陳述：我係一個嘅人。15. 如果你而家已經係嗰個人，你今個星期會做一件乜嘢？聽日朝早第一時間回答晒以上問題。第2部分：日頭打斷自動波，打破無意識模式。呢啲寫日記練習聽落幾得意，但我哋真正想要嘅係實際改變。老實講，如果你唔打破目前令你一直維持原狀嘅無意識模式，呢件事唔會發生。所以日頭，我想你不斷諗返部分一寫低嘅所有嘢。
除此之外，我唔想你忘記，要持續思考，認真對待呢件事。你唔可能用同一種方式繼續過一世，然後突然得到一個完全唔同嘅人生。你需要有意識咁逼自己，打破模式。而家就用少少時間喺手機整提醒或者日曆提醒，連埋條問題一齊寫落去，咁鬧鐘一響，你就可以即刻開始諗。時間越隨機，越唔會同你原本行程衝突，就越好。朝早11點，我而家做緊呢件事，其實係逃避乜？下晝1點半，如果有人將我頭2個鐘做緊嘅嘢全部錄低，佢會認為我真正想要咩人生？下晝3點15分，我而家係向住我憎嘅人生行緊，定係向住我想要嘅人生行緊？下晝5點，有邊一樣最重要嘅事，我一直扮到好似佢唔重要？夜晚7點半，我今日有咩行為，其實係為咗保護自己嘅身份，而唔係真正出於自己想要。提示：其實大部分你做嘅嘢都可能係。夜晚9點，今日幾時我覺得自己最有生命力？幾時我覺得自己好似死咗？想再加多啲火，你可以喺返工搭車、行路或者純粹攤喺度嗰啲時間，安排以下問題。問自己：如果我唔再需要其他人將我視為問題10入面寫嗰種身份，我嘅人生會有咩改變？我人生邊一部分係用安全交換緊生命力？我想成為嗰個人嘅最細版本係乜？而我聽日就可以做到幾多？第3部分，夜晚整合洞察，進入一段真正進步嘅時期。如果你真係跟足上面個流程，我會覺得好意外。如果你至少揾唔到一個足以改變你人生方向嘅深刻洞察，而家我哋要做嘅就係將呢啲洞察講清楚，整合入自己嘅身份，然後開始行動，咁先可以慢慢建立一條通往新思維層次嘅路。16. 今日之後，關於點解我一直卡住，邊一件事令你覺得最真？17. 真正嘅敵人係乜？清楚講出佢，唔好怪環境，唔好怪其他人，講出嗰個一直控制緊成件事嘅內在模式或者信念。18. 寫一句說話，講清楚，你拒絕讓自己嘅人生變成乜？呢句就係濃縮版嘅反願景。你每次睇反，都應該會有少少感覺。19. 再寫一句說話，講清楚，你而家想建立緊乜？你要知道，佢之後一定會繼續進化。呢個就係你嘅願景最小可行版。最後，我哋需要建立目標。不過再講一次，呢啲唔係為咗完成目標而設定嘅目標，因為目標本身只係投射，佢哋唔可靠。而且會令你覺得自己被綁死喺一件最終一定會改變嘅事情上面。反而，你應該將目標當成一個觀點，一副可以隨時換上去嘅鏡片，用嚟令自己進入正確嘅心理狀態，然後做出會帶你離開唔想要嘅人生嘅行動。唔好太擔心某一條終點線，因為你最後會發現，根本冇終點線。真正嘅享受係嚟自進步。第20，一年呢個角度，一年後要有一件乜嘢事情成為事實，你先可以知道自己已經打破舊模式。只需要一件具體嘅事。第21，一個月呢個角度，一個月後要有乜嘢成為事實，先可以令一年目標仍然有可能實現。第22，每日呢個角度，聽日你可以預留時間編2至3件事，而一個正在成為你嘅新版本嘅人，根本就會自然去做。到呢度真係好多嘢，希望對你有幫助。但仲有最後一部分，可以將成件事真正鎖死。跟住我。第7，
將你嘅人生變成一隻電子遊戲。最理想嘅內在體驗狀態係意識入面有秩序。當心理能量，亦即注意力投放喺現實可行嘅目標上，而一個人嘅技能又同佢可以採取嘅行動機會相匹配，就會出現呢種狀態。追求一個目標會令意識產生秩序，因為你必須將注意力集中喺眼前嘅任務，同時暫時忘記其他所有嘢。呢句係契克森米哈伊講嘅。而家你已經有晒所有構成一個好人生嘅元素。下一步可能會有幫助嘅，就係將所有洞察整理成一個完整嘅計劃。攞一張新紙，寫低以下6樣嘢。反願景，我人生最憎嘅係乜？又或者，我永遠唔想再經歷嘅人生係點？願景，我認為自己想要嘅理想人生係點？而且，我可以一路向住佢改進。1年目標，1年後，我嘅人生會係點？而且，嗰個人生係咪比而家更加接近我想要嘅生活？1個月計劃，我需要學乜？我需要掌握乜技能？我可以建立乜嘢，令自己更加接近1年目標？每日槓桿，邊啲係最重要，真正可以推動進度嘅工作？即係嗰啲會令我個計劃真正向完成方向行嘅事情。限制，由零開始建立我想要嘅人生時，有咩嘢係我唔願意犧牲嘅？點解呢套嘢咁有力量？因為呢幾樣元素，實際上會幫你創造出一個屬於自己嘅小世界。如果你人生現階段真係應該追求呢一套目標階層，你會幾乎冇其他選擇。你會開始變得着迷。你會感受到一股力量，拉住你去一個更大、更好嘅地方。你會開始覺得，其他選擇根本唔係選擇。你將自己嘅人生變成一隻電子遊戲，因為遊戲就係着迷、享受同心流嘅最佳例子。遊戲本身已經具備晒所有可以令人集中注意力同變得清晰嘅元素。所以，如果我哋將佢逆向拆解，拆反佢點解有效，就可以將呢啲元素搬入現實生活。咁我哋就可以更加享受生活，少啲干擾，更加成功。你嘅願景就係你點樣贏，至少喺遊戲進化之前係咁。你嘅反願景就係你輸咗會失去乜？即係如果你放棄，會發生乜？你嘅1年目標就係任務。呢個係你人生現階段唯一嘅最高優先事項。你嘅1個月計劃就係頭目戰。你靠佢攞經驗值，同時取得新嘅戰利品。你嘅每日槓桿就係每日任務，每日要做嘅過程。佢哋會幫你解鎖新嘅機會。你嘅限制就係規則。限制反而會逼你發揮創意。所有呢啲嘢會一層包住一層，好似一組同心圓，又好似一個力場。佢哋會幫你守住自己個腦，唔俾干擾同埋啲閃閃發光嘅新玩意拉走。而你玩呢隻遊戲越耐，呢個力量就會越強。直到有一日，呢套遊戲變成咗你，而你根本唔會再想用另一種方式生活。但